来这个2025年，台湾就要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。台中一间本土餐厅所请的员工，平均的年龄64岁。因除了伫咧厨房做料理，搁伫咧外场来服务，搁会晓来拍单哦。若主管甚至比家己少年一轮以上，这是青年甲老大人斗阵总会合作成功的模式。 主菜、底饭包装，这阵平均64岁阿嬷互相分工合作，为厝内走脚，兼要来餐厅厨房，除了换吊灶，该学变怎外场走道。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就是反而还比年轻人有的时候可能还要更灵活，或是说体力上面更好。因和少年仔真无共款的是，少年仔要紧薪水和制度，中高龄找头路的，因追求的大部分是做工课时间会当存求，重新掌握。 对人生的自主权，我们期待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永续营运的。本来梦想馆和许多人就业成功的背后，有少年仔的专业和陪伴。规定内底双方需要配合，少年仔嘛用同理心理解高龄者，许多人嘛愿意保持开放心态来学习，安尼才会当开创一片天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